错。那我们今天一样进入大家最喜欢的独家暗字 C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美丽的钢琴公主龚欣珊。大家好，我是北边人 Uni。大家好，我是下新闻的 Pio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二摆来参加节目的 Fish。大家好，我是36岁的阿拉斯。自我介绍，刚刚讲年龄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谁要来担任我们的猜题者呢？就是自信满满的佩瑶坐在正中间。自信满满啊，自信满满。遊戲規則也係一個合作遊戲，試嘅提示人要寫下答案嘅提示，含講要行語念出來。哦，聲音哦，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，就會造成小錯。團內人有2敗機會，係講挑一敗團唔錯嘅，聽耳朵做得用 QQ， 大家叫下合作團出答案，就做得萬聲音無聊。好，那你可以先帶着自信戴上我們的耳機。好，先戴耳機。好，我們這一集的題目是蟑螂。我跟你講哦，你們要給我避開哦。好，畢竟我是長輩哦，好啦靜態哦。大家都在寫論文，寫超在考試的，拜托不要重複很多次。拜托。我覺得這個是算簡單。這題目很刁鑽。超過10個字多一個字可以嗎？啥意思送你？哦，暗字三什麼？OK， 10個字嗎？可以11個字嗎？等一下，搞不好多一個字，多一個機會嗎？不行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準備好了，對不對？我們準備翻牌嘍！來，3、2、1，請翻版。有嗎？太關鍵了！我們這樣行不行？可以啦，我覺得我前面很關鍵怕有。然後你的，我們都是關鍵字。我覺得他要組織，我覺得他必須要組織。我需要老師告訴我一下。瘦色點，起來嚇人，起來。好，大家 OK 了嗎？準備好給他暗字 C 了，對不對？那我們先收起來嘍。那可以請佩瑤回來嘍。回來，歡迎回來。我們衰退了。不可能給我討論這麼久吧？有嗎3首歌了。好，那我們從江老師這邊來開始給暗字 C。瘦色點，記一聽，太鹹。小吃店，他一定大喊出來的。你全對啊，但是哦，因為就是有中間這樣子。好，那又有人怎麼辦？電影 V 6幾角，是嗎？電影 V 是不是給人等人位？你看，我覺得我也聽不電懂，影這個我也聽不懂。反偶反位。六幾角6隻腳。我知道，我好像知道。來，你們兩個都不用想了。真的嗎？快點，確定。來，我聽到我的，你一定會很我很確定，你先聽。我確定，胸有成竹，先打spotlight。來，做下出現，廚房有的。凍僵啊，看到會怕。凍僵。起來喊你，喊你。好，他來嚇人，是嗎？他來嚇人。都對了哈。都對了。老師過來。佩瑤第一輪的答案是，結果他等下猜錯，我會傻眼。對啊。我原本第一個想說江老師給講，就是想說，哎，該不會是帥哥或是美女，就是小吃店，哎，帥哥美女這樣子啊，比較正面的。對，我就說什麼客語我來扛。行語班上說，歡迎來到我嘅芭比巴士，入有 coffee，有 tea，還有米，講語講行語。嘿，今晡日人哋我搞嘅東西呢，相信大家都有看過。雖然我咩東西麼，自家冇看過。唔管係張老師家下講嘅麵店，也係 Fish 講嘅做下，也都素菜係唔搶哩，又有東西好食。
冇唔錯，最有可能看到佢做係旺財。我搶談到旺財有兩隻事吼，我規身呢吼，做起雞麻皮嘅，六隻腳哦，做東腳哦，有時拄到我鼻嘅，唔知佢做下腳，也係我做下腳哦。哦，好彩一隻素菜吼，東槍里冇可能有旺財嘅啦，吼。旺財。讓我要旺財哦，我鹹到我冇生嘅，講到太鹹嘅方式又冇強樣哦，像我家好鹹嘅妹愛，也做很多鹹到雞棍，還有一種，老二講，係唔讀懂旺財，佢看你又看佢，唔知佢要做片，也硬去要片，幾時候就會就佢旺財冇過來也做很多乜嘅，我鹹，你看佢突然講嘅，我就唔相信你哋看到旺財唔可以太鹹，大家冇少嗌看到旺財係眼睇上我，將前面有人講嘅反應惡心，第二惱，第二味，咁惱有隻事呢反應講討厭，我平常最惱嘅就係旺財。第二惱反而就係討人厭，咁第二味嘅味呢，好嘅哦，就係強嘅意思啊。看到鬼拳嘅旺財，第二味就係第二強嘅意思。也三隻詞，第二乜嘅後背冇一天我講唔好嘅哦，咩要好嘅做得講哦，看嚟按講。按第二下，安尼咩做得講哦？學我係好，第二腦，第二味，第二強，很好哦！好彩我嘅房間，你做乜要來呢？走啦，我健康。當槍你哦，我嘅房間當槍你哦，冇東西好食咯，你先走哦，走開哦。大家好，我係36歲的阿拉斯。自我介紹幹嘛講年齡啊？我看起來沒有啊。哎，你超級所以我們18名稱旁邊都要寫就是數字歲數啊，這一集要寫哦，這一集不然下一集生什么？辰八字都打上去好了啦。星座、星象、上升紫微斗数。